微笑讲客语，咪咪笑讲行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徐薇老师，又到了微笑讲课话咪咪笑讲哈巴的时间喽。平常有空的时候呢，徐薇老师最喜欢做的就是 shopping， 对，上街购物了。相信大家都有买东西的经验哦。不过今天我们不是要去百货公司，也不是要逛超级市场，我们要到杂货店还有菜市场来瞧一瞧。我们先来学百货公司怎么说呢？百貨公司，百貨公司就是百貨公司哦。那超級市場怎麼說呢？超級市場，超級市場。那雜貨店怎麼說呢？雜貨店，雜貨店就是雜貨店。那菜市場呢？菜市場，菜市場。小時候呢，我的媽媽就是在菜市場裡面賣很多東西哦，所以徐薇老師可以說是在菜市場胎哦，在菜市場長大的哦。那麼客家話有一個俗諺呢，很可愛哦，就說錢跑得比人還快啊。怎麼說呢？叫做錢絲腳，錢就是錢，絲腳就是四隻腳，錢絲腳，人兩腳，人只有兩隻腳，所以錢絲腳，人兩腳。錢四腳，人兩腳，所以呢，我們錢追不到呢，要節省一點哦。那麼再來，我們來看到，就是說購物的時候啊，單位一定要搞清楚。比方說，你跟頭家，還記得頭家是什麼呢？頭家，對不？就是頭家老闆的意思。你跟老闆說我要買一隻雞，一隻雞就是一隻雞。好，兩條番薯叫做兩條番薯。兩條番薯，番薯就是番薯。我常聽爸爸說，給他開番薯，那個大番薯就是罵人家笨笨的一個呆瓜的意思。番薯就是番薯、地瓜。再來，三堆豆腐，堆就是一塊兩塊的塊，三堆豆腐。好，四隻豬腳，豬腳就是豬腳的意思。五米，米，米就是尾的意思。五米，五條魚，一斗錢呢？一斗錢就是多少錢？再來一次哦，這個最重要了。一斗錢就是多少錢？所以到客家莊買東西的時候，就可以直接問頭家一斗錢哦，要多少錢哦？好，我們今天的咪咪笑講客話就學到此嘍，別忘了每天要來學一些客話哦。按字聲，再見。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策劃